第6篇，從現象到原理，我遇見咗空化效應 cavitation。 無極杯被睇見咗 Figaro， 亦都穩定咗白天。我喺餐廳裏邊忙進忙出，端盤子、招呼客人，同佢哋傾嗰隻神奇嘅杯子。晚上餐廳打烊之後，我會返到嗰個小空間繼續做實驗。有人問我啦，你唔係已經成功了咩？仲喺度做緊實驗咩？我話成功，我仲唔知道哈多點解會有效，點算成功？呢20年嚟，我一直喺度問同一個問題：點解酒會變順？點解食物會變好食？點解嗰根香蕉放咗5日仲唔爛呢？我知道哈多有用，但係我唔知點解有用。嗰段日子，我好似個拼圖嘅人，手上有幾十片碎片，酒杯、俱樂部、客人嘅反應、機構嘅定。但係中間嗰塊最關鍵嘅一直缺住。然後有一日，我遇見咗一個詞，空化效應 cavitation。 咁係我喺翻閱一本聲學相關嘅書嘅時候睇到嘅。簡單嚟講，聲波喺液體中傳播嘅時候會產生微小嘅氣泡，呢啲氣泡瞬間破裂，釋放出能量，改變液體嘅物理結構。我讀到呢度，成個人從凳上彈起嚟，呢個就係哈多在做嘅事。嗰一刻，所有嘅碎片突然拼上咗。原來哈多技術嘅本質係透過特定頻率嘅聲波喺液體中產生可控嘅空化效應，從而改變物質嘅狀態。唔係化學反應，唔係添加任何嘢，純粹嘅物理作用。呢個解釋咗點解酒會變順，食物會更好食，香蕉會延緩腐爛。唔係魔法，唔係玄學，係科學。咁係我20年嚟最重要嘅一個發現。從嗰日起，我唔再只係一個做實驗嘅人，我開始理解哈多背後嘅原則，開始可以用科學嘅語言向地人解釋呢件事。但係理解原理係一回事，把佢變成產品、變成服務、變成能夠幫助人嘅嘢係另一回事。跟住落嚟嘅問題係哈多到底能做乜嘢？咁係下一篇嘅故事啦。你有冇過嗰種終於揾到啦嘅瞬間？如果你鍾意呢條片，記得訂閱同點讚上呢個頻道。